近年好少喺幕前演出嘅孫佳君，呢日着到咁靚咁性感，一定係有大單嘢啊！原來佢正準備加入英皇大軍，當晚呢就係出席英皇電影之夜。哇！就咁睇佢嘅身形，完全估唔到，原來佢已經有2個仔仔噶啦，一個就8歲，一個4歲。但係眾所周知，孫佳君就係單親媽咪嚟噶。佢而家復出拍戲，怕唔怕冇人照顧個仔仔啊？我都係。咁點辦先？帶埋去分到身咩咁細個？我諗而家 OK 噶啦，因為已經大個啲噶啦，即係我覺得呢個 age 係可以，即係可以出翻去。我都等咗好耐。咁有冇啲仔仔話即係唔捨得媽咪做嘢啊？唔會喎。唔俾你開工咁啊？唔會喎，你有冇徵詢過佢哋？咁係咯。我有問過佢好。媽咪翻出嚟做嘢。係啊，佢有問我佢中意電影，咁佢話有冇角色俾佢客串下。大嗰個問，細嗰個問啊？大嗰個去問我。將會加盟英皇電影嘅，除咗有孫佳君之外，仲有同樣都已經身為人母嘅溫碧霞。點解而家啲媽咪好似唔使時間湊小朋友咁嘅？拍戲其實好忙噶喎，咁你個小朋友點算啊？繼續咯，即係都照顧到嘅，都有時間。當然照顧到咯，係啊。但係英皇出名，佢哋開好多電影，對你嘅需求可能好大喎。到時一年拍幾部，你分唔分到身啊？我覺得都唔會有啲咩問題嘅，因為其實最主要係拍好個電影，我覺得辛苦唔緊要咯，最緊要係遇到啱嘅劇本就去做。你自己就覺得冇問題啫，但係你老公會唔會炸你型啊？你有冇得到你嘅老公批准先？唔使啊，怕佢投訴你冇時間陪佢又慳啲拍多。因為其實我覺得應該係呢段時間盡量去做好自己啦。